謝咁多位台前幕後嘅工作人員，同埋今晚每一位喺平安夜都肯同我一齊度過嘅每一位入場嘅觀眾，多謝你哋。我食緊糖。我哋 guys， 呢點啊而家？3分鐘。3分鐘就哇！因為我啲緊張添，我第一次喺我自己演唱會度打倒數，我平時都唔倒數嘅，我都係出面我倒數啦，咁樣我瞓喺張床度，好似好慘咁，係就係咁慘。所以好開心啦，係人生第一次，真係哇！今日係一個值得紀念嘅日子，真係冇標題咩？今晚有冇情侶啊？呢度有，冇夫妻啊？呢度有。好好珍惜隔離嘅嗰個人啊！真係好好珍惜，千祈唔好用姜濤呢嘅身份去用姜濤呢嘅狀態去對你哋嘅另一半，真係會好傷嘅，知唔知？包括屋企人都係㗎，唔可以對屋企人咁樣㗎，好冇？我都同自己講緊，無論係朋友啊、友情、愛情、親情，我哋都要好好地珍惜呢一啲緣分，因為maybe 你嗰一面出咗嚟之後，你就失去咗好緊要嘅嘢，所以我都係講下時間，因為仲有3分鐘。Oh my god！ 做幾耐？其實我唔係好叻時間，真。前幾日嗰個停咗嗰8分鐘，我都真係做，所以就，哎呦哇！有埋音樂添啊！呢個 part，Oh my god！So romantic。係咯，希望大家今晚有屋企人喺隔離，或者朋友喺隔離，或者有你嘅伴侶喺隔離嘅時候，好好地望住你身邊嘅每一個人，每一段緣分都好唔容易。我哋嚟到呢個世界上面，遇到大家真係太唔容易。姜濤。所以除咗支持我之外，都唔好令你哋嘅另一半呷醋，真係即係即係。你哋有冇男仔係陪老婆去睇？有啊！唔好意思啊，有時令到你哋嘅老婆可能喺屋企成日講我，或者貼嗰啲海報，其實我喺 YouTube 上面睇我都我幫佢貼㗎，我都好唔好意思。希望你哋嘅老婆。即係老婆們或者女士們都即係好好珍惜隔離嘅嗰位男士，佢先至係第一，我就擺喺後面得㗎啦。佢先係陪你一生一世嗰個人㗎嘛，係咪？咁當然我嘅音樂都希望可以陪大家一世嘅。仲有幾耐？我已經用到時間，我盡咗力㗎啦，真係喺度多謝我。仲有分半，哇！真係台上1分鐘，台下10年功。真係，我讀下啲牌，大家啲牌寫咗啲咩咧？寫咩啊？望住你，俾心飛滿，我哋做乜？多謝你。大家冷靜啲，唔好衝出嚟。好心心。大家咁開心願意嘅話就企起身一齊倒數啦。唔夠1分鐘咯喎，好似係嘛？幾時香港有倒數呢個？我自己都唔知，可能我真係太不幸啦！倒數，一直以為得跨年倒數。我倒數都好啊，有啲尷尬。193喎，好高啊！多謝你平時喺網上面支持我，多謝你。我仲有30秒係咪？Oh my god！ 熒光幕係咪有倒數啊？20咯喎！Oh yeah！ 16、15、14、13、12、11、10。大家有冇兩個可以互相 kiss 啊？好想睇啊！
快樂，祝大家新嘅一年都可以健健康康、開開心心。希望你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平安啦、快樂啦，係咯，最緊要嘅就係身體、心理同埋都要健健康康，咁樣先至可以繼續行，係咪？哇！打呢頂帽真係好尷尬。